来乡亲啊，这个平湖的花火节阴暗正式要来开场了。上届受到注目的开幕式无人机的灯光的表演，加码到700台要同时来就阵。讲今仔日有1万人到平湖，啊，这个平湖县政府是伫个表演场内设4个观测点，要严格来审查到实验者。 平湖机场大厅有真侪游客，大家拢塞卡棒准备度假。那游览车一台接一台来，就和饭店柜台头前等咧登记的乘客嘛排队排甲热长，互饭店旅社业者拢真欢喜。澎湖国际海上花火节20周年，然后目前全馆331间的房间入住率都高达了90%。 5花10色烟火伫咧海面上放甲真水，一年一摆平湖花火节要伫咧今仔日暗时啊开幕。规模宴会无人机灯光秀为500台加码到700台，小林线15分钟的七彩烟火，替平湖花火节庆祝20岁生日。开幕典礼毛找露露来做主持人，毛动力火车和有名歌手来唱歌。啊，因为疫情升温，平湖小线出现确诊个案，官府除了各关讲毛替防疫做准备，花火节。 观音亭附近做全面的实验者，内底冒设4个观测点，加派防疫人员，民众嘛爱专程挂嘴暗。官府正要规划看烟火所在，让民众唔免钱做火，买当看烟火。干洗手消毒液，我们一个人平均带8瓶，必须的，随时无时无刻脸部啊什么全部都消毒。不要去接触太多其他的东西，对，随时消毒，就是自己把自己防疫措施做好。 大家乖乖听话，遵守防疫规定，才会当欢喜安心佚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